这个停车场原本是一个平面的停车场，只有70、90。那我们透过前瞻建设的补助呢，把它变成是一个有200席汽车格位跟45席机车格位的立体停车场。那相信对于这周边的停车供给的这个增加，一定有非常大的帮助。那同时，我们也在这个立体停车场里面做了多目标的使用。我们1楼是提供东门微下里的活动中心。那透过市政府各机关的协助，我们让这个公共设施的用地做到这个发挥最大的这个功效，采用了强化的耐磨地坪哦。那这对于这个汽车在这里面的噪音可以降到最低。那另外原本基地里面有一棵很大的老榕树，那我们也透过建筑的设计，把榕树跟立体停车场结合在一起。让民众进来使用这个立体停车场的时候，可以感到绿意盎然，而且采光、通风都非常的好。那希望各位市民朋友可以多多来使用。附近的所在因为较欠缺的就是停车位啦。原有的迄落迄活动中心，就是因为年久年久，所以已经无法度使用啊。基本上咱不管是迄落室内的课程，包括阮即摆进行中的、咧接受中的长照中心要来进驻所以这嘛是对咱家里民的福利啦。这个活动中心它本身也就是跟我们的18立体停车场的一个共构所以它一方面也解决了在地停车的问题，另一方面也让我们的包括东门、微下里2里的里民能够在我们这边充分的去做利用，整个空间的一个利用上面呢，办理相关的一些包括亲子活动包括老人照护的活动、健促活动等等我想这是一个非常棒的一个活动的一个空间。掌握市政3分钟，台南进步向前冲。请启动，让我们新建我们东区今年路立体停车场，这里的好，这里的棒，带动了我们。今天非常高兴，共同迎来我们新的多功能停车场以及多功能利用的设备的这个揭幕。这个地方的停车场总共可以提供200个汽车停车位、44个机车停车位，可以有效解决这边密集住宅区的一个停车需求。还有一个部分，因为这个地方寸土寸金，我们实在找不到地方来新建活动中心了所以说把活动中心盖起来，在周边的里民或民众有一个好的活动的空间，居民又可以有停车，或者来访客这边有停车。可是我要特别强调是这个部分有多亏前瞻计划里面的停车场的补助，所以才可以配合地方的这配合款，能够成就这个好的事情。另外，根据欢收看2月20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中嘉宽频3冠王双主车为了善尽企业的社会责任，除了关怀社区的道基长辈，同时嘛支持在地青农，所以特别告别希望农场所出产的有机蔬果，来关护华山基金会台南安平站，希望互因照顾长辈食得健康，感觉大心。华山基金会伫全国有将近400个爱心天使站，免费照顾大约1万名的失能、失智、失忆的34长辈，伟大付出，感动真侪人，纷纷加入关怀赞助行列。中嘉宽频3冠王双主车出钱搁出力，特别向台南市青农联谊会采购8箱的有机蔬菜，由总经理陈建春带领公司的同仁亲自送到华山安平爱心天使站。希望基金会伫执行访视服务的时阵，嘛会当将这份营养与暖心的礼物送给长辈。台南市的社会福利其实做得非常非常的好但是因为政府的力量还是有限所以我们中嘉宽频3冠王双子星有线电视，那也希望说尽我们在地企业的力量来协助我们台南市的一些弱势族群跟弱势团体今天是我们的第一站，那我们这一站呢也刚好可以结合我们的这个青农我们把一些青农的一些农特产品来捐给我们的这个华山基金会这边。安平站长李维珍表示，中嘉宽频3冠王双主车
平常时协助发布经费真侪公益新闻，这次阁赠送新鲜的有机蔬菜给长辈顾健康，真正是足甘心。三冠王双子星有线电视啊，一直在地都很支持我们华山基金会所做的公益活动，那经常也都会协助我们进行公益的媒体曝光。那今天非常感谢我们陈总经理，就是率领团队一起来进行公益那个捐蔬果箱的活动，帮助我们在地服务我们的那个弱势孤老。那我们今天就是蔬果箱的内容的话，都是一些比较可以久放的蔬菜。那我们很多长辈他们独居在家里面，可能一个人的食量没有那么大，那这些蔬果呢就可以让他们维持大概1到2周的那个基础的那个温饱的部分。关心独居长辈，嘛照顾弱势族群。中嘉宽平三冠王双子星为减轻家收入户生活压力，特别规划家收入户免费看电视以及网络优惠等软性的措施。台南市只要是具低收入户的身份，就可以拿着这个证明文件呢，到我们的门市来申请低收入户有线电视收视免费，然后宽频半价的这个优惠。那也希望我们的这个低收入户的这些族群们呢，可以多多来利用。总经理陈建春望这次小小的关注以及照顾家属的公益优惠，会当抛砖引玉，号召更多企业也或是善心人士共同来关心社会上的弱势角落。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因为陈廷辉除了专业文静的形象，嘛伫 YouTube 频道建立非常女力，用轻松创新的方式来推广台南在地文化。这回伊伫新节目《菲姐上菜》的运用在地食材来做创意料理，除了展现伊主家的功力，嘛互美食成为连接地方文化新的桥梁。菲菲上菜。今日无讲严肃政治议题，立委陈廷辉变身罗志赛，伫家己的 YouTube 频道《非常女力》大秀厨艺，为制作台南传统小食碰糖，也或是气炸锅、沙白鱼料理、棺材板等等，就是希望会当借由菲姐上菜 YT 节目，互寡侪人发现台南的魅力，同时推广食农教育，互饮食甲文化结合，带动地方的发展。YT 新单元正式上架，而且这个上架呢是要推广我们台南的在地食材，我们要行销台南。尤其台南有很多吃的东西，有小吃，可是我们有更多我们农渔产品。比如说今天你可以想象，我可以用气炸锅做出棺材板吗？很多人都不知道说，哇，台南的棺材板到底是什么？我可以借着气炸锅把它做出一道棺材板的料理，顺便跟大家介绍说什么是台南的棺材板，而且是用轻食的，而且大家看到虱目鱼肚如果跟我们意大利的这个食材结合在一起，用我们的气炸锅一样可以用最快速的方式把大家的喜欢的一个料理产生出来。我相信这也是能够推动我们台南食材，还有我们的小番茄，还有我们的砂糖，可以吃到鱿鱼游戏最夯的里面有一个我们的碰藤，临时的碰藤是咱古早味的碰藤，所以我相信这些都是要透过我们这样的一个 YT 频道，每一个单元推出来，让他知道我们怎么用菲菲上菜的方式，菲菲姐姐教你来推动台南的行销，甚至把台南的食材能够推广出去。陈廷辉用创意翻转传统，让台南料理更加踏进年轻世代，也让更多人透过无同的角度认识台南这座城市。陈廷辉强调，未来伊也用活力、创力，让台南持续进步。伊也无袂记你提醒支持者，莫袂记你对非常女力按赞、订阅、加分享，让更多人会当看到台南的美好。记者张秀仪采访报道。台南安平王城里活动中心因为厝体老旧耐震无够，所以政府开4500万用2档月时间拆除重建，现在将伊落成启用。未来除了推展社区福利服务，嘛提供里民舒适的活动空间。请检查。市长黄伟綽甲地方民代贵宾替安平王城里活动中心揭牌。安平国中兼西谷龙狮队嘛早来表演庆贺，社土基础移设了后，撒开大门，
象征活动中心正式启用，整个经费超过4000多万，进出过程无简单。原本是要整修，后来发现呢没有办法整修了哈，市长毅然决然，很快的我们就决定要把它重建。啊，让一路工程的顺利啊！40几年前哦，阮阿弟吼要起厝会使，结果即马一个要搁翻修了，土地是阮阿弟，袂使直接起，搁爱土地变更啊，变更做建地，哦，拄啊市长交代，所有局势斗配合。正常若是土地要变更，爱5档啊。白色建筑主体搭配着红霞弯弓门造型设计，这座建筑用于安平意象，展现在地未来发展的新风貌。在我任内已经在6年多已经盖了22座的活动中心，新的啊，还有包括搭建的、新建的、增建的。那未来还有30多个活动中心没有盖。那这个拉皮或这耐震补强或整建修建的，总共有61座啊，所以加起来61加22，所以已经有83座了活动中心。市府正积极推动一里一活动中心政策，提供民众休闲活动的空间。未来更会当透过整合里内服务资源，推展各项社区化福利服务，替地方发挥上大效益。台南新闻所会采访报道。因为全台湾发生这些大型车相关的死亡车祸当中，多数人甲内轮差、甲视线死角有关系，所以市府交通局、台南市地国分局联合监理站交通大队等单位来办社区的宣导，同时邀请这些时段亲身来体验，知影一旦有大型车伫身躯边有偌危险，一定要闪互开。顶了环境灭情，伫遮菜市台客运引起大家好奇。其实，这个是第5分局结合交通大队台南监理站所举办的大型车体验。以去年度统计死亡事故151件，其中大型车都有26件，当中13件正是马路边弄到等等造成。所以，这摆特别规划内轮差甲视线死角的观察体验。幕后时段坐司机的位，是一个感受真正有看袂到的视角，所以经过马路，大家会当下手，互驾驶看到，而且千万毋通认为伫大车边较超近，因为无小心就会像塑胶笋被跌甲边边。是，你做驾驶嘛吼，你有啥物感觉？哦，我感觉吼，迄个辅助镜看头前个足重要的，你若无迄个辅助镜哦，迄个上面那个镜子。没有办法看到行人在前面，还在旁边，所以他真的是看不到我们。对，所以我们如果你角色互换，你是行人的话，你要在哪里？我要离大车远一点。实地的体验，然后站在不同的视角，啊，尤其是这个大客车的内轮差以及大客车的这个视觉死角，让我们在长者在过马路或是在这个交通的部分能够有更深刻的体验。会中成功里长嘛，甲所有长辈做伙了解大车转弯的时，一不小心就像气球崩起的危险，认为这款的体验相当有意义。以咱现场车直接体验，会当去你看到讲伊的车角度照会到的所在，毋照袂到的所在，吼，安尼会当去更加清楚讲，我未来要过马路也好，还是伫个路面拄着咧大车的时阵，伊要安怎来徛伫个安全的所在安尼。地方局除了持续清理社区，同时买到大型车场向驾驶加强宣导，以台守护市民安全，降低事故发生。台南新闻军集采访报道。旅游景点、私房秘境拢底家，特色美食不离哉，生活时事抢先报。中嘉新闻周报，深耕在地，放眼全国，掌握最新地方资讯。每周六下午1点，就在高雄都会台。
正通罗里门圣母庙有将近40尊被信众放杀的神像，即阵嘛正等待有缘的人来跋杯结缘。不过民俗专家提醒，要请进前一定要考虑清楚，有上强的缘分感，应该是托梦。建议有想要请神尊的民众，会当加去庙内来找眼缘。信众虔诚参拜，跋杯要甲神请回去。然过这的神甲一般的无同款，原本是供奉伫罗尼门圣母庙的镇殿大马头前，因为过了一段时间无人请回去，放到无所在通好放，庙方只好打出广告，放伫高王殿等待有缘人。农历11号迄早起请落来，差不多有伫咧40-50吨左右啦。伊就即几工就俗俗一直跋杯出去就。剩倒面遮尔，是啊，6个心6杯落地安尼。你心明伊若地人，咱嘛无法度啊。你跋伊欢喜，安尼地人转来安尼。这个神尊奉叫做罗南神，通常袂替神，只要感应到缘分，拢会当来迎请。不过，民俗专家提醒，一定要想清楚。俗语说：“请神容易送神难。”一眼看过去，用眼来看你有没有眼缘，一礼拜去甲上香一届，等甲你有做梦，这就代表你甲你有缘。这类现象愈来愈多，通常是长辈留落来，少年人无拜拜的习惯。若是要废弃，其实真简单。把这该尊神像拿到大庙的炉，买块金纸去金炉，甲伊毁掉，互伊功成回归本位。台湾有侪香火旺的宫庙，建制的时阵收到侪神像。其中开基玉皇宫大约有80尊，以关公、妈祖、观音占大多数，就连释迦牟尼佛、玉皇上帝的牌位拢有。即马暂时放伫咧庙内，未来看时机开放信众结缘。台南新闻出版采访报道。为了庆祝中英中二创校139周年，20号上午，校方举办团赏盛会活动，除了象征经过139档的辉煌历史，更是迎接百世校庆的重要标志。活动当中，全校师生拢热情迎接盛会进场，场面盛大。1885年，全台湾上早设立的高中，就是淡市中英中二。该校为了迎接今年139周年校庆运动大会，20号对花园地万景社区点燃盛会出发，经过台南新学院、巴克利纪念教会等7个有历史意涵的站，一路沿着创校初期的脚跡，当盛会来到有感恩纪念碑的旧大门，校友甲所有贵宾已经列队欢迎，一棒接一棒。双手交接，斜斜的。好。从1885年创校到至今，对整个台湾的影响以及教育的发展，具有这个很重要的历史意义。那希望这个生活传递，它可以继续把宣教士的精神能够传递在长隆中学，在我们所居住的社区里边，也甚至于在台南，甚至于在台湾。当盛会队伍进入校园，全校学生嘛沿路来鼓舞，加油声不断。盛会团上不只是纪念过去，展望未来盛会，更是历史甲文化传承。嘛，互身为校友的立委陈天辉甲议员郑志杰，拢到场见证一百平安和平的会。也就是把过去长隆中学曾经走过的任何足迹一路串联起来，然后甚至我们所承担的责任，就是从最开始的旧校门，然后到新校门，所以这都有一个传承而且连接的意味。希望我们所有的长隆人都可以回到自己的地方、自己的学校，一起来共襄盛举。再次回到校园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情，然后今天
走进来校园，还是感受到以前在念书的那一份这种学生的气息，那很兴奋。中中团上盛会队伍有将近20个里甲社区发展协会领袖参与，建立社区甲学校深刻的友谊，同时共同留下历史回忆。台南新闻军籍采访报道。大溪豆干业者为了将豆干的美味推广给更较侪人，同时沿下减碳健康的潮流，特别研发参像牛肉干的口感，不过却是专属有丰富的大豆纤维，加上调味相当的用心，互食过民众拢学了家个豆推荐。是未来肉，就是植物肉，然后有4种口味。店员仔细的介绍各种未来肉的口味，看上去跟牛肉干很像，但这其实是用大豆做成的素肉干。大溪的豆干业者为了将豆干的美味推广给更多人，再搭上减碳健康的风潮，特别研发推出媲美真正牛肉干的未来肉纯素风味肉干。大豆富含大豆纤维，可以做出拟真的肉干口感，也有相当高的营养价值。那其实植物肉就是我们现在坊间国际上的未来肉哈，它其实它有更多的高纤维跟蛋白的部分。那除了能让我们消费者想到更好的豆干的口感之外呢，我们也能够更加的这个让身体更加的健康。那希望呢这样的推广能让我们的所有的豆干产业能够有另外一个升级的状况。那以它的这个口感来讲哈，其实它是大豆蛋白，所以原则上它本身就有丰富的大豆纤维。那大豆纤维其实呢吃起来有点像我们的动物性的纤维一样，那保有了这个我们吃肉的口感呢，能让我们身体更加健康。业者一共推出3款口味的牛肉干风味未来肉，民众实际品尝后都表示很惊人，口感上跟牛肉干几乎相差无几，调味也非常够，甚至有麻辣锅的味道，真的可以取代牛肉干。我实际吃过的感觉是，我觉得很妙。为什么很妙？就是竟然可以把它还原的这么像是一个肉的口感，然后味道也是如此的像。然后呢，我自己本身很爱吃辣，所以我吃到那个辣的味道的时候，就觉得很似曾相识。结果就发现说，竟然是好像是我平时吃的麻辣锅的味道。结果听他们一解释之后呢，就真的是麻辣口味。另外，也有人表示，未来肉把肉干的肉纤维还原得很好，味道方面也很出色。如果不说它是素的，是用豆子做的，根本不会觉得它是素肉，跟一般外面吃到的素肉干差别很大。有麻辣锅的那种感觉，喝麻辣汤的感觉，好吃，真的很像牛肉干，口感也很棒。然后我觉得它那个吃起来的那个嚼劲，真的跟肉的这个口感几乎完全就是一样。业者致力于将豆干更多元化，除了研发素肉干，还有轻便方便的冲泡式豆干平安粥，让豆干的美味被更多人看见之外，也为吃素的民众提供更丰富的美食新选择。记者赖伟一投影报道。最近高雄属于地王的百货大楼传出整合卖出的意愿，加上房地产嘛少处差热，互地方相当期待，希望再来新的商机，重新振兴当地没落的商圈。不过百货业者却出面回应，目前并无卖出的计划。高雄五福路上的大同百货是常年在地的知名地标，1楼的街边店有着各类型的店铺，交通位置也是相当方便，走出中央公园捷运站就可以到达。近期房市市场传出风声，土地所有人可能会整合出售。因为毕竟也是一个谣言啊，我们没办法去证实说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但是如果说有新的业主或者是大企业想要来进驻，那我们也是乐见其成啊。其实大同百货自从20年前的烧了之后，其实我们看见其实它的市场面没有很大。如果新的买主啦那如果是也是以 shopping mall 或是说百货公司的形式，那当然它是不是可以再把一个新学家商圈再做另一个升级？这样子的话，那当然我们都是乐观其成啦。
旧大同百货在1995年发生严重火灾后，整栋建筑物只剩下3层楼，整体营运市场一直无法活络。加上因为近期商圈转移，新崛江以及玉竹商圈已经萧条许久，当地听闻可能会有新的变化，都期盼未来收购建商可以往新型商业百货大楼的方向发展，才有机会重新活络当地的商圈。那其实如果盖成住宅大楼，其实对高雄或者是商圈的发展，其实就比较有限。那我觉得应该是没有什么改变，那反而这个商圈的变化会，我们是不乐观，是这样子啊。嘿，对我反而会觉得说，它就没有办法是促进商圈的一个很好的方向。还是希望说可以进驻成住商混合，或者是新的百货。那我觉得对高雄或者是对商圈都是很有发展的。建商业者这几年瞄准南高雄市区，不断收购整合该区土地。专家分析，因为今年商业模式以及消费习惯改变，新的商业建案大多都会以多功能大楼做规划，让案件可以弹性使用，分散风险。以我们来看啊，现在复合型的产品其实也蛮受市场欢迎。那对于建商的规划来讲，也比较具备弹性，有可能它可以1、2楼是市场，或者是商店，或者是说购物中心。那照中间的流程，有可能可以做一些饭店啊或住宅，可以做一些复合型的规划。五福大同百货虽然今年不如以往热闹，但依然是高雄的老地标。虽然房市传出风吹草动，但百货业者也出面回应，目前其实没有出售计划，看来一切都还未定案。如果有新的变化，也期待能够承揽城市记忆，继续带动周边的发展。记者苏安君高雄报道。感谢收看2月20号的中嘉台南电新闻，我是顾文杰，咱再会。妈你好，阮是来甲你送消防平安的，这是阮厝内24点钟的保镖。伫第一个时间，伊会当甲咱，若像甲咱叫醒共款，互咱知影讲哦，隔壁有状况发生。助警器有分侦烟室与定温室，分别装置于居家的不同环境。助警器是居家防火的预警防线。安装完成，按键测试，它将成为居家的守护者。安装助警器，5增5保庇哦。1号选手出场，信心十足。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2号选手考场练习，看起来有些紧张。是过关了吗？挑战失败。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代考区2人组第3次报考。这次如果真没有考过，我就不要考了。我有办法。骑车上驾训，安全不靠运。现在报名还有补助哦。很棒，单光随手关灯还不够，换装 LED 灯泡可以再省68照明用电，清洁滤网可以再省18冷气用电。等下更多的电就可以看更久的卡通了吗？不是为了留下更好的世界给你。爸，我爱你。我也爱你。租屋看屋时，应注意屋外式热水器是否安装在室外通风处。如热水器装在室内，则需选择有强制排气功能的热水器或电热水器。可上各地方政府消防局网站查询合格承装业名册，委托承装业者进行安装。最后再次提醒大家，使用热水器的时候一定要保持空气流通，防止瓦斯燃烧不完全，避免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哦。刚桃，只来1天也可以保职灾保险吗？可以。啊，我们不是公司，这样也可以加保哦。可以。加保职灾保险会不会很难啊？一点都不难，可以通过统一超商 iPhone 机台申报，或透过电脑、手机上劳保局官网申报。代为申报特别加保的职业工会也能办理。缴费完成，保障生效。
实际从事劳动人员也适用于特别加保哦。特别加保真便利，临时上工好安心。你听过只差确认吗？交通部于112年3月起，已全面要求运输业驾驶人应落实路口停让行人，并要求大客车驾驶人于路口要执行只差确认。另外，大货车驾驶人也于113年8月扩大响应转弯暂停、安全再行运动。大型车辆路口应停让，只差确认，安全有保障。投资型诈骗，你是否曾经在社群网站上看过一些关于轻松赚大钱的广告？事实上，这类型的诈骗手法往往以快速致富作为卖点，吸引被害人上当，并以不真实的小额获利，逐渐降低被害人警戒心，引诱被害人开始大量投资。等到被害人真的大量投资之后，随即卷款而逃。千万别上当啊！